嘅外家團啊，我哋咧係有請咧係蔡李佛高手啊，為我哋表演呢個咧係八卦心。咁啊，當然就係大家好熟悉嘅黃純敏師傅啊。好，現在是蔡李佛的表演，那個項目呢是由大師傅王純敏師傅為大家表演是八卦心。It's a Chinese dance style performed by Master Wang。請韓新陳順明師傅準備。即係風刺河拳黃國祥師傅準備。全部師傅啊！係玩兩次，頭又玩，尾又玩，咁啊點過啦？呢啲走啦嘛，你走啦嘛，水都冇杯飲，咁就水啦。有擺第一個，擺第一個，個扮先嘛。蔡李佛功夫演出，個扮先文。你大陸嗰啲香港啲學生，個禮拜都有表演㗎啦。你哋都拍唔少啦，可喺咩嘛？嗰啲村莊嚟嗰啲公園成日玩。公園有，公園我見過冇拍。都係多隻豬紅酒。哇！嗰個玩嗰個咩啊？